港超榜首位置嚟到最後階段又再有轉變啊！首次由李文坐住呢個位啊，大埔坐咗2/3季啦，最後3場竟然都要讓一讓。李文而家拎住奪冠嘅主動權，去到最尾會唔會神奇衛冕呢？香港波迷齊撐港足，請繼續支持、訂閱、俾 like、留言同我分享，一齊傾下香港足球。點解我會講神奇？因為李文今季嘅表現一直都唔係好好啦，外援不似預期啦，亞冠2嘅比賽幾乎係全輸啊！當然係出局啦，曾經歷過2度換帥啦，杯賽又全軍覆沒，聯賽排名曾經係排過第5嘅中游位置，上返嚟榜首嘅前列啦，主場對住大埔又突然間輸返個3-7。精英杯決賽爆冷，上半場已經輸俾南區3-0，全部嘢都好似好冇冠軍相啊！今季聯賽大家一直以為東方同大埔之爭啦，估唔到最後李文又可以打低東方，令對手好似爭冠無望。依家又靠大埔接連失分啦，爬翻上嚟榜首喎。呢隊李文如果奪冠真係可以話神奇嘅一季啊！依家前邊3強啦，李文有47分，大埔46分，東方44分。聯賽剩翻3場啊！李文嚟緊嘅對手分別會有作客九龍城啦、北區同流浪，大埔就會作客流浪啦、傑志啦，最後翻到去主場北區。東方就會作客北區、流浪同埋主場，最後會對住傑志。暫時分數領先之下，李文只要唔失分都可以成為今季嘅冠軍㗎啦。繼傑志17-18年度啦、20-21年度啦，成功可以冧莊啊！李文會唔會就係第2隊衛冕嘅冠軍球隊呢？今個星期上演咗4場嘅聯賽，分別有流浪0-1傑志、港會0-4李文、東方3-1九龍城，同埋大埔2-2和咗南區。因為李文嘅比賽喺大埔前一日踢先啦，所以李文贏波就會即刻上榜首噶啦。可能因為球員已經得翻聯賽嘅競逐啦，呢場出到嚟球員嘅心態啦，同星期4嘅一場精英杯決賽好唔同啦。一落嚟已經係想贏，就算賽前公佈呢場會係港會門將費查退休前嘅最後一場主場賽事啦，李文都好唔俾面啊！7分鐘已經憑羅莎就頂入一球啦。費查好似係拍低到個波嘅，但係原來 check 翻 VAR 啦，睇到佢係喺8界線後拍低嘅，所以都判入球。一嚟啦，費查已經係要好尷尬咁樣啦去救波啦。之後李文功力都好強，完全就冇被之前大埔喺呢度輸波啦，東方喺主場被港會逼和嘅情況而影響啦。上下半場都各入2球，4-0大勝港會，令到費查都要喺龍門裏面拎4次波出翻嚟啊！咁仲要都唔知好笑定好嬲啦。官方最佳嘅球員就俾咗對手嘅門將陳家豪啦。咁只怪港會唔係冇攻勢嘅喎，成場都見到佢係做得唔錯㗎啲攻勢，但係就爭埋門嗰下就偏偏係做唔到啦。把握好啲嘅，我相信港會點都有翻1至2球噶。咁賽後球迷都同費查去歡送啦，話晒都係去近季啦，港超可以入到波嘅門將啊，甚至世界上裡面都十分少啊。佢仲要係一個倒掛嘅入波啊，簡直係龍門界嘅傳奇啊！而李文都要留意翻啊，喺呢場波裡面佢哋都有啲球員疑似係受傷噶。咁好似有王威啦，入波嘅中堅泰法蘇尼啦，同埋安尼亞啦，都好似因為受傷啦，而其實未踢完成場已經係退下火線噶啦。咁唔知會唔會影響到佢哋之後嘅比賽啊？咁大埔就喺星期一嘅假期迎戰啱啱贏完李文得到精英杯冠軍嘅南區。咁南區呢場嘅陣容係非常不整啦，傷嘅傷，停賽嘅停賽，後備只係擺咗7個人喺度嘅啫。
而大埔都有主力伊高沙托尼啦、陳肇鈞唔入名單嘅。大埔一開波啦就拎到領先嘅優勢啦，加比爾接應李家豪嘅罰球就頂入1-0啦。咁以為咧依場咧應該係開頭1-2分鐘咧已經係殺死咗場波，不過原來唔係啊！入完波之後咧，大埔就好似唔識攻咁，今場咧表現真係麻麻，一拉開咗個比數啦，就好似踢唔到個比賽咁樣啦。更加去到下半場啦，就要輸個12碼。大埔近幾場咧都出現咗呢個問題㗎，想守又守得唔好啦，最後咧就輸自己犯錯，送個12碼俾人哋去追和添。咁就由肥棒去射依球嘅12碼啦。咁之後更加咧係藉住黃浩然嘅入波啦，令到南區係反超前2-1㗎。咁如果有睇直播嘅你哋咧，咁應該都聽到啦，主持人大頭啦都有講過，南區咧喺呢一場波咧，似乎係有加碼㗎，講緊係獎金嗰方面啊。我呢度咧就唔做太多嘅揣測啦。不過南區確實喺賽前係有講到明，佢哋贏到理文啦，呢一場咧都唔會放水㗎，因為要俾大家知道，佢哋贏到理文之餘啦，都會可以令到大埔係踢得辛苦。咁確實大埔咧真係要踢得辛苦啦，以為全失之際啦，好彩尾段咧就靠後備入替換上換嘅鍾偉強啦就入波，先可以拎翻1分嘅咋。大埔呢場咧踢得辛苦咧係需要作出思考㗎。咁究竟啊係球員嘅心態問題啊？以為贏緊1球就已經係好興奮啊，贏緊㗎啦，冠軍都守到拿來咁滯啊？定應話係戰術方面佢哋係想守呢？點解今季有咁多大埔嘅球員咧都係受傷患嘅困擾呢？咁呢場再有原本後備先落場嘅伊達利奧啦，自己人啊撞埋咗一齊咧而傷出㗎，咁要由鍾偉強咧換走佢。咁伊達利奧啦換咗出嚟咧，其實只係踢咗10分鐘左右嘅。咁賽後大埔嘅球迷同球員有口角啦，失分。失埋榜首咧，其實大家都唔想噶，希望原樣咧就一齊向前諗啦。冠軍係仲有得爭嘅，因為而家只係1分之差嘅啫。咁最後3場一定要贏埋先再有價講。咁希望大埔同理文都共同做一個刺激嘅港超一季俾我哋去睇啊！咁嚟緊呢個星期啦，就亦都會繼續有4場嘅比賽啦。咁傑志就會係輪空嘅。首先會有大埔啦，就會作客去到標準流浪啦。同日星期6啦，就會有南區對住港會嘅。而星期日啦，就有理文作客去到九龍城，東方作客去到北區。中超方面啦，徐雲傑、余子南又再入波啊！咁如果大家有睇翻片段啦，都會見到徐雲傑嗰球咧係世界波嚟㗎，自編自導自演。自己嘅界外球手榴彈掟入禁區，咁啱得咁巧咧，又頂翻嚟禁區角位啦，俾佢抽射近柱啊！咁幫助呢3場因為安達臣被罰停賽啦，由前港隊暫代主教練盧斯爾帶隊嘅雲南啦，3-2反勝山東泰山呢隊嘅傳統強隊啊！而余子南嘅入波啦，就係一個喺峨眉月頂左右附近嘅遠射啦，就抽射入網啊。不過最終啦，梅州咧都係以1-3啦，就輸咗俾有陳俊一助攻嘅上海申花。而上海申花暫時憑住呢一場嘅得失球差距啦，就暫時領先翻咧成都蓉城，位列第1㗎。而嚟緊中超嘅賽程就會喺星期5、6日去進行㗎。星期5唯一一場波就由上海海港對住黃浩俊嘅青島海牛，而星期6啦就分別會有陳俊一申花對住青島西海岸，李小恒山東泰山對住梁樂恒嘅浙江隊，余子南梅州客家就會對住咧同申花爭緊榜首嘅成都蓉城。最後就有北京國安對住安永佳嘅深圳新鵬城，而喺啱啱呢一週啦，安永佳咧都暫時因為受傷影響啦，所以未列入喺比賽名單裡面㗎。咁希望佢快啲康復啦，因為始終嚟緊6月咧就已經有港隊嘅比賽。而
而星期日啦就有孫銘謙嘅天津津門虎對住徐雲傑嘅雲南玉坤，最後就有長春亞泰對住周元德嘅河南隊。中甲方面啦就有廣西蘋果啦對住余再賢嘅石家莊功夫，同埋廣東廣州炮對住吳宇希嘅松向同梁龍。星期日啦就有佛山藍獅啦對住杜國良嘅南京城市。杜國良呢原本喺啱啱呢一周嘅中甲啦係仍然係正選噶，不過最後啦喺比賽嘅時間可能就因為熱身嘅時候受傷啦，而最終未有喺球賽裏面出現。咁希望大家都繼續去支持我哋嘅香港球員啦，香港足球啦。你哋又認為李文會唔會係神奇嘅一季呢？最後都可以咧奪得今季嘅港超冠軍呢？定抑或大埔如願以償追夢成功？